芳姐，想必是出去找我们了吧？这1个多月不见你，她肯定担心死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小倩，别这样啊！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我们现在别想那么多了，先住下来，再做打算。啊，好。哎呀，这么大个房子，怎么连一点吃的都没有啊？更别说酒了。殷大哥，你不饿吗？我饿了，我们1天都没有吃东西了。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去找找吃的。哎，小狐狸，你刚才说你做饭，你行不行啊？怎么不行啊？太好了，那我是这样啊，我要吃这个松鼠桂鱼。这个鱼呢，也不能大，也不能小，不能瘦，也不能肥。另外，这个口感嘛，既不能太甜，也不能太咸，既不能太酸，也不能太辣。还有啊，你必须要把鱼刺给我剔干净。前辈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这么多花样啊？怎么，你不能做呀？哎呦，不能做没关系，不能做你就说嘛。我告诉你呀，这个菜呀，可是我们家小雨的拿手好菜。你别看我们家小雨平日里凶巴巴的，可要说起这做菜呀，能把那个翡翠楼的大厨甩出好几里地去，那真叫出得厅堂，入得厨房。嘿嘿，我跟你说，谁要是娶了我们家小雨呀，那就不是这辈子，那是上辈子、上上辈子的福分。你呀，差得远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就是做一条鱼吗？我现在就去做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客官，你还有什么吩咐啊？我还要吃东西，我要吃醉鸡。这个鸡嘛，必须是用这个童子鸡。这个桂花呢，还要是今年新落地的。这酒不能含糊，这酒必须是20年以上的女儿红，怎么样？你个死老头！哎，动手啊你！前辈，你要的这些食材实在是太麻烦了，这深山老林的哪儿去找啊？这样吧，待日后我们出去之后，我再好好的请你吃一顿，行吗？行，看在我们家小雨的份上，我给你个面子，你就勉强搞几个能吃的，也不用搞多了，搞个7、8个就可以了，去吧。死老头，你就等着吧，到时你可别吃的停不下来，撑死你！切！来，看什么看？像这种中看不中用的人有什么用啊？去我们家小雨吧，我们家小雨多好呀！我告诉你，有机会去吃一吃我们家小雨做的菜，保管你吃一次还想吃，想吃一辈子。哎，你们去干什么？哎，你们扛这些干什么呀？喂，哎，你们要去哪儿，大叔？啊？奇怪，他们有什么阴谋啊？不会是托儿吧？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张家大伯，一会儿你带30人去镇东面。好。不好，那妖怪在使摄魂大法吗？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听他的话？好，接下来李家二哥，一会儿你也带30人去镇西头。好的。严姑娘，别躲了，这人不够，过来帮帮忙吧。喂，别做梦了，我是堂堂正正的捉妖人，才不跟你们这些妖魔鬼怪们同流合污呢。你是谁啊？怎么跟血魔大哥说话的？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位是我们的朋友，初来乍到，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胡说八道干什么啊？是，我这就跟他解释去啊。我刚才跟大家说的都清楚了吗？哎呀，这2天啊，连降大雨，以前的排水沟都灌满了，水一出来就把农田给冲毁了。这么说，你们这么多人大半夜忙着，就是为了去挖排水渠？是啊，这里大部分都是妖，白天不敢出门，功力小的见了阳光就会受伤，所以我们只能晚上出来。可不是嘛。这样。这位大哥，是我误会你了，真是对不住啊。没关系，人妖殊途，看见不寻常的现象，难免会怀疑。但是严姑娘，我要劝你一句，你用客观的眼光去看待罗刹镇的居民，我相信你会发现这里的人都是好人。人与人相处，贵在真诚。
你总是用歧视的眼光看待非你族类的生命，怎么能够做到公平正义？殊不知，在别的族群里，你也是有。难道你也是坏人吗？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。小倩，前辈他就是小孩子脾气，其实也没什么坏心。我也知道他是故意刁难你，但看在他怎么说，也是个老人家的份上，你就别往心里去，你就迁就他一下吧。我也不想和他吵呀，可他有时候真的很过分。我明知道他是故意气我，可我还是忍不住。可能是我修炼不精，道行不深，才会斗不过那个老人精。我现在被人欺负，你还笑？小倩，你是不知道，你刚才的语气啊，就好像个小媳妇似的。你说什么？小倩，你就把前辈当成一个恶婆婆来看，纵使她有千百个不是，但你作为媳妇儿，你就得让着她。你想想看，若是你真要出了嫁的话，遇上我娘那样好性情的也就罢了，如果遇上像前辈那么一个恶婆婆的话，那你每天不得气死啊？你就知道拿我说笑，我不理你了。不，我错了。好你个狐狸精啊！好你个骚狐狸！我一只眼睛没看住，你立马就来勾引他。天下的男人多的是，你干嘛非黏着他呀？我告诉你，他是我们家小雨的男人，啊！你信不信？你要是再黏他，你什么你？我什么我？我跟你说，我眼睛里不揉沙子。你们这种狐狸精的伎俩，我见得多了。真是，我见过不要脸的，像你这种恬不知耻的女人啊，我真的很少见。够了！哎，让他走，啊，让他走。幸亏他走得快，走得慢啊，我非得插上去。前辈，你实在是太过分了！我今天就把话跟你讲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的。我跟严雨生之间只是普通朋友，我跟他没有半点男女关系。我宁采臣自始至终喜欢的人只有一个，就是聂小倩。如果你要再这样欺负她的话，我不会跟你善罢甘休的。哼！小倩，小倩，小倩，我不会跟你善罢甘休的。这傻小子怎么冲我来劲呢？这是啊，我这不为你好吗？放着好好的人不要，非得去找个狐狸精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小倩，小倩，你让我担心死了。别难过了，我们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们偷偷溜走，不告诉聂前辈，我陪着你去找你娘。那他要是自己找来怎么办？那我们再偷偷溜走呗。我不要，这里是月容姐的家，就是我的家，我为什么要走啊？嗯，也对。那怎么办？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啊就先躲起来。聂前辈找不到我们，又没有吃的，等他饿了之后自然会离开，到时候我们再回去。亏你想得出来。算了，你说的对，老人家有时候呢是要迁就一下的。我没事，发泄完了就没事了。那我们走吧。啊，我这就走？聂前辈，可能他的气还没消呢。刚才你受委屈，我一着急，也跟他说了几句狠话。我怕现在要回去的话，又要挨一顿骂。那容易啊。我们先去买几坛子好酒，我在下厨呢做几个好菜，什么松鼠桂鱼啊，桂花醉鸡啊，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做什么，无论如何啊，都把他哄开心了。好主意。对，还是你有点子。那你不生聂前辈的气了？生气啊，当然还在生气了。你听听他刚才说的话，说得多难听啊。不过气也就算了。他也不是坏人，又是为了严姑娘，算了，老人家嘛就让一让他喽。好啊，那咱们现在就去买酒做菜。
我也得好好的给聂前辈赔礼道歉才是。走。宁大哥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涮羊肉，还有烤羊肉，煮羊肉。哦，对了，还有羊头肉，我也喜欢吃。哇，这么丰盛啊！聂前辈不高兴才怪呢。哎，还有好东西呢，你等着。什么？等着。这么神秘啊！你看啊，这个是30年的女儿红，可是月容姐的珍藏呢。今天啊，我们就把它偷来喝了。那月容姑娘回来，不是要找你算账吗？那有什么办法啊？我就说，是为了孝敬恶婆婆，所以把美酒给牺牲了。我去叫前辈吃饭。好。前辈，前辈，吃饭了。怎么了？不在啊？前辈，找找看吧。去哪儿了？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，吃饭了。吃饭啦！前辈。殷大哥，起来了吗？啊，起来了。啊，请进。起来了。我给你打了一盆水，洗脸吧。好。起来了。我的拐杖呢？没关系，就几步路而已，我扶你吧。不行的，我要是没有拐杖的话，什么事情都干不了。你快帮我找找吧。哦，那好吧。在哪里啊？啊，找到了。哎呀，在这儿呢。可能是昨晚没放好，倒在地上，滚到床下面去了。太好了。来，穿鞋。我还以为弄丢了呢。小倩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的伤一直不好，真是拖累你了。既然你知道，那就要努力加把劲，赶快康复起来，好报答我。我也想啊，可是我这腿就是不争气啊！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殷大哥，你快点跟上来啊！快点啊，你可以的。我不可以的。哎呀，不要害怕伤口，其实啊，你早就全好了。之所以不行，其实是你的心魔在作祟。试试看，来握住我的手。来啊！快点呢！你可以的，宁大哥。努力，加把劲。你看，坚持住，努把力。你可以的，宁大哥，继续，马上就要到了。来，握住我的手，快点。太好了，宁大哥，你做到了。小倩，谢谢你啊！要不是因为有你的话，我不能恢复得这么快。宁大哥，从现在开始你就用不着这个了。哎，你干嘛？不要扔，留着它好吗？宁大哥，哎，你干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快去洗澡吧。好，谢谢啊。
静哥，我终于出来了。别说话，这里不安全。前面我已经查过了，巡逻兵很少，你自己小心点，应该能出去。现在趁周围没有人，你赶紧走吧。你离开这里之后，一定要尽快找到狐族的藏身之处，还有，你要尽快查清楚他们现在的实力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小环，哦，你怎么还不走？陶静哥，如果黑风知道我逃走了，一定会为难你的。不如我们俩一起走吧。你快走吧，不用担心我，我自己有办法。陶静哥，更何况师傅对我有养育之恩，我绝对不会背叛他老人家。那我告诉你，你赶快走。好吧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老了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少主，你是要干什么去啊？睡不着觉出来走走，怎么了？不可以吗？我怎么听说是你放走了聂小环呢？老了，话可不能乱讲。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放走了聂小环？我就算是有证据，也得到主人面前说吧。想到师傅面前搬弄是非，挑拨离间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。那好啊，那就请吧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半夜三更的，树姥姥怎么了？启禀主人，我的属下告诉我，陶静放走了聂小环，我把她带回来，听从主人发落。谁叫你抓他的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做事要有分寸，要听我的命令，不要自作主张。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吗？主人，好，这几年修炼的不错了，长本事了，我的话可以不听了，你信不信？再气我，一把火把你的魂魄给烧得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主人，我错了。错在哪儿了？错在抓陶静。你给我记住一个原则：我让你做一，你就做一；我让你做二，你就做二；没让你做的，你就给我待着，什么也不要做，懂吗？陶静，没事吧？师傅，我没事。陶静，在你眼里，现在看到的是什么？师傅，徒儿知错，不应该私自放走聂小环。可是，你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是念在和聂家姐妹青梅竹马的情分上，你不愿意她死在你的面前，所以才放走她的，对吗？师父明鉴。儿女之情，在我眼里不值一提。确切地说，聂小环走与留起不了什么作用。我最想知道的是，你心里头是怎么想的？
要成大事，就要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孤独，眼光要放长远一些。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，都是微不足道的，毫无意义的。我修炼了3000年，将达大成，号令3界，唯我独尊。到时候9重天、18修罗道，都是我和你的天下。那个时候，你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师父，我一直视你为己出，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孩子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将来一切的一切也都是你的。多谢师父关爱，徒儿在此发誓，一定为师父争气，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。陶静，今天的事我就算了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，不要辜负师父对你的一片苦心。徒儿谨遵师父教诲。老夫人，燕道长和玉容姑娘来了。燕道长，玉容，宁夫人，干娘，你们可有我儿和小倩的消息啊？确实有他们的消息了啊。只是这一路上他们太疲惫了啊，我们将他们安排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休养。我们先过来给您报信报平安。是啊，干娘，惹了那么多祸，害你担心。彩晨大哥特别内疚，他说只要把身体养好了，就马上回来孝敬您。别的我就不想了，只要他们平安早日的回来就好。小四儿在，来，快送燕道长和月容去客房休息。是夫人。干娘，我想一个人在这儿再待会儿，你们先去吧。二位请。愿列祖列宗保佑，我儿能逢凶化吉，平安的回来。科考将至，希望他能尽快的回来复考，为宁家光宗耀祖，家财天光。燕道长，宁大哥和小倩并没有回宁府，他们会去哪儿呢？他们都是至孝之人，出来后一定会先回家看望娘亲。如果没回宁府，想来就应该去找聂夫人了。可聂伯母和狐族，小倩可能还不知道狐族被灭的事情。月容姑娘，还是赶快回你家吧。小倩找不到母亲，肯定会到你那里去打探消息的。你说的对，咱们回去吧。我在这儿呢！你们往哪儿跑？抓我呀！什么东西这么大一堆呀！我的妈呀！前辈，你这个臭牛鼻子，我一巴掌劈死你呀！你说，你还有脸在我面前出现？你把我们家小雨怎么样了？说。前辈，严姑娘她出什么问题了？出什么问题了？哎呀，可怜我这乖徒弟呀！名门闺秀，养尊处优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这下好，被你逼的这一脚不知道迈到哪里去了！我一巴掌拍死你！前辈，慢点吃。去！哼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！哼，小雨是我看着长大的啊，从小到大我没见他这么伤心过。你倒好，自己心爱的女人不知所踪，不但不去找，反而还跟这个狐狸精搞在一起。前辈，我不是狐狸精啊，你兔子精，啊！我算看出来了，你们男人啊，没一个好东西，哼！想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呀？当然不对了。第一，
前辈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难道你就不是男人？哼，还是你也不是好东西？第二，前辈说我和燕大哥关系暧昧，这更是大错特错了。燕大哥乃是修道之人，怎么会和我这个妖精在一起？不过燕大哥看着一本正经，潜心修道，原来也对严姑娘动了凡心，也难怪。严姑娘武功高强，和燕大哥倒是很相配，对吧，燕大哥？你们俩真的什么事儿也没有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早已有了心上人，而燕大哥也有了严姑娘。前辈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嘿嘿嘿，谅你们也不敢骗我。牛鼻子，这次我就饶了你，你这辈子都是我们家小雨的男人。你要爱他、宠他、关心他、照顾他、相信他，你不能惹他生气，你要对他好。你要是胆敢像宁采臣那样，啊，见异思迁、朝三暮四，你小心我的功夫。前辈，你见到采臣大哥了？什么时候？他在哪儿？就在悬崖底下呀。不光有他，还有那个狐狸精，他们俩在一块儿呀。哎呀，这个宁采臣呢，真不是个东西，花心大萝卜啊，比你还花心呢。早2天还跟我们家那个小雨眉来眼去呢，这一转身啊，就跟那个狐狸精搞在一起了啊！呸，什么东西！前辈，那他们还活着吗？太活着了，活蹦乱跳的。哎呀，2个人在一块儿亲亲我，搂搂抱抱，看得我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呀！我看着我实在受不了，我就逃了。小倩姑娘，你这几日辛苦了，今天我宁采臣犒劳犒劳你。怎么下雨了？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小倩姑娘走到哪儿了。小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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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倩。小倩，小倩，林大哥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来，伤着没有啊？我没有。你怎么来了？突然间下雨了，我怕你淋坏了，就来找你。快！慢一点。来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你找什么呀？没了，坏了！林大哥，你怎么了？
在找什么呀？我，这个，那个。什么？我，那个。是这个吗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娃娃是我亲手刻的，小倩，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一定早就已经死在那个悬崖底下了。可是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我们是不是会在一起？如果分开了，我希望你把它带在身边，让它代替我来陪你，保护你。你哭了？怎么了？是我哪里说错了吗？还是你哪儿摔伤了？啊？只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。月容姐，你知道我娘的下落吗？我到处打听，可还是音信全无。那天晚上你们走了之后，聂夫人很担心你们的安危。后来我跟月容姑娘到黑风寨去找你们，没想到陶介和树妖趁机偷袭。等我们回来的时候，胡祖已经伤亡惨重，而你娘也不知所踪。小倩，先别担心了，虽然生死未卜，但还是有一线生机的。我们不也是九死一生吗？我相信聂夫人一定有上天庇佑的。月容姐，这段日子为了找我们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不用了，我受不起。月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小倩现在是最需要朋友的时候，你是她最好的姐妹，你非但不安慰她，还对她这种态度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看不下去就不要看，嫌我碍眼，我走好了。啊，月容姐，林大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月容姐呢？我，等一下，月容姐，月容姐，我也是关心嘛。月容姐，宁公子，你和小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月容姐，聂小倩，你我相交千年，到今天我才算认识了你。原来你是这么有心机，连我都自叹不如。月容姐，你听我解释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明明知道我喜欢宁采臣，你居然横刀夺爱。我问你，你真的把我当成你的姐妹吗？
是说，你聂小倩本来就是个无情无义、老谋深算的人？月容姐，我不是这样的。你怎么不是这样的？是你和宁采臣没有私定终身，还是我没有资格指责你？好，就算我没有资格，陶晋总该有吧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，会让陶晋痛不欲生的？你怎么对得起他对你的一往情深？我知道我这样对不起陶晋哥，可月容姐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。我和宁大哥在一起经历了太多事情，包括生死的考验，他甚至义无反顾地陪着我跳下悬崖。我们受了重伤，是相互扶持着才能走到今天，才能活着见到你们呢。我们感情的事情，我们真的无法控制。月容姐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想过要伤害你，还有陶晋哥。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你一句不想、不愿意、无法控制，就能让陶晋不受伤害吗？简直是妄想！而且，你对不起的，又何止陶晋一个？你娘亲至今生死未卜，你却和宁采臣卿卿我我，沉迷男女之情。亏你还自认为是个孝女，我真替你娘难过。月容姐，我求求你别再说了。孰对孰错，究竟应该怎么做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哼！宁公子，你可知道，人和妖相恋，那是苦难重重，甚至会带来更大的灾难。我明白道长，但是我不怕。我和小倩几次徘徊在生死边缘，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。只要能和小倩在一起，此生足矣。宁公子，其实说起来，你跟小倩的缘分，也有我的一份功劳。既然你们是真心相爱的，好，燕赤霞就祝你们白头偕老。多谢道长成全。对了，宁公子，我今天到过你府上，宁夫人很是担心。我骗她说你在养伤，很快就会去见她。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，免得让她牵肠挂肚。我之所以不回去，是怕他老人家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会非常担心。但现在我已经伤势大好，我会和小倩商量一下，尽快回到府上的。道长，请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道长，不好了，道长，出什么事了？小倩她不见了，该怎么办啊？赶紧找她去，我怕她会做出什么傻事。好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小倩。小倩，你还活着？小倩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陶晋哥，是不是你带人围剿了狐族？我娘在哪里？你是不是已经杀了她？小倩，你听我解释，伯母的事情。聂小倩，你也算命大的。掉下悬崖还能活下来，不过这一次你休想再有活路！给我活捉聂小倩！你这是干什么？师父已经命我全权负责缉拿狐族一事，你跟着我，莫非想巧功？你也知道，师父他最讨厌手下的人自作聪明。陶晋，你用不着吓唬我，
谁都知道，你被这个小狐狸迷得五迷三道。哼，不管怎么说，狐族是你带人灭的，而那只老狐狸也是被你杀的。你和这个小狐狸精的梁子算是结下了，这辈子你就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。你就算对他再好也没用了。你听着，我倒是觉得，把这个聂小倩交给黑风主人吧。陶庆哥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我娘，你真的杀了我娘？小倩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陶静，你再不动手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来呀，给我上！等等，这件事我自己会解决。